求上天慈悲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请点传是慈悲。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点传师好。点传师好。请坐下。受到无好的因缘果报，咱爱家己关心啊，
毋是上天无慈悲哦，讲吼对迄个人较好，对互较人歹吼，排即种因缘吼，我安尼去断绝遮歹个因缘，毋是安尼，是因为咱家己去做来，咱家己去做迄个无好个因缘，这是上天的法，人我讲法则啦。你做好因，就得好果；你做歹因，就得歹果，这是定律。所以呢，咱透过着真理咧，甲咱滋润，尤其是咱今仔日呢，咱目前呢做慈悲，伊做无闲，今仔日嘛做赶呢，系安排落时阵新湾所的工课都放下来，补人本来叫伊来结班呢，咱若无法来讲目前的慈悲给咱摆落来，慈悲的爱来，从新湾所有迄个讲师培训，也在去开头，下晡伊无法度去结班啊。所以咱会当呢，非常呢荣幸，搁而且非常的幸福，会当互咱有钱人甲咱领导。伊讲的法门就是拢讲到啥？讲到心性。因为你若无一直两边啊，迄拢无救命。但是咱目前的做慈悲，伊有法度讲到本体，甲迄个本体的有性，伫迄个日常当中，伫个言语当中，用迄种浅的甲咱浅出来，互咱家己真正非常去体悟，而且咱会当应用伫日常面，互咱达到呢，就是讲人讲的，会当伫修的中间修到到尾啊，咱达到涅槃啊，达到究竟啊。所以咱目前的法真正互较非常的赞叹，嘛非常感恩的。伊一路来拢伫咧咱讲心性的工课，就是了咱，因为伫世间啥物吼拢无救命啊。唯有你家己认识到你的本性，而且好好啊去安那成功立德，因咱得到了即个呢自我不偏袒的大道，因咱做幸运的，你着即个成夫，搁有着三字大开普渡，会当你着人事一致，咱必须按照着即个成夫人讲的，照价收真，好啊去成功入了，咱等下呢。请咱目前来甲咱慈悲，讲一真诚的工课，互咱会当呢伫即世，会当呢达到究竟，这是咱共同咧打拼的目标。感谢慈悲。大众行礼。感谢顶传师慈悲，前道玉子宫，坤道玉子宫，相近的一个的这个家家，感恩感恩感恩。前道玉子宫，坤道玉子宫，父亲人好，父亲人好。请坐下。各位，咱菜园的时候，咱年纪、上年纪，咱各位所长，咱各位同修代表，大家午安。目前人午安。非常欢喜哈，本来这个班应该是。前礼拜、顶礼拜吼，但是前礼拜都母亲节啦吼，母亲节这是咱伫全世界一年一天的这个伟大日子。咱讲的就是讲妈妈的伟大吼，透过着妈妈生活着一切的物件，来纪念着妈妈一路来牺牲甲奉献。所以今天咱安排着了世界来第礼拜吼，然后什么特殊的无问题礼拜吼。毋过泰国伊就毋是泰国的风和的生日，安尼叫做母亲节；北方的生日叫做父亲节，并不是安尼咧定。因为平常话咧讲，是安那妈妈遮伟大。爸爸就伟大啦吼，有人咧讲，嘛有人咧讲，你若要看妈妈的伟大吼，你甲看，
囝囝吼，你食饲料的时阵吼，头前有一个饲料槽吼，家母甲家公吼，家母带伊伫遐遐食的时阵，家母开始要食以前，就把这个米放给囝食，这个囝食饱，家母到去食。若家公呢，伊也不咧管3手20日，就三日迄个食较饱。所以因厝当中，妈妈的伟大就是妈妈牺牲到后天。所以不怪讲妈妈比较伟大了吼。阮遐一个就正常阮厝的讲，妈妈讲母亲节啦，拢带伊食料理啦。若爸爸节啦，走自我节啦。意思是讲，爸爸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妈妈节就较重要。不过这种是一个小插曲嘛是事实，真正生活嘛生活怀胎，而这个妈妈老多啦，咱讲生也是第9帮嘛，生死是4地帮嘛，咁然后所以确实，迄阵爸无这个遗憾啦吼，咱就讲一个奋斗，为着生囝死者这人是有啦，这是事实，嘛是有足一个善，这嘛是。所以咱有感受着讲，妈妈一路来的牺牲到后天，咱慢慢讲，妈妈降临咱一个家庭内底，叫做和平的时代。那今日呢，因为本来是体育班啦吼，因为无着咱台湾的话啦，拢人过去当时拢安排了，咱我嘛无机会，人来这个体育班跟各位构想吼，但是蔡经理、蔡人说就甲咱同我讲，福建，今年好成咧这个市尾班你会甲讲一课安尼啦。我本来就是讲，而且讲合作当囡仔嘛市尾班一个就讲2届，我想讲这少年去讲啦我刚好需要老嘛，那也是啦不过咱这个少年。拢比较较好，这是事实。这后生，可谓啦，所以呢，既然今日咱学堂，这个市尾班，咱学堂呢，因为今日的道理就是讲经典，今日道理是鼓励咱家己修办在内底当中。免得去突破着咱这个关卡的这个勇气，因为修道是叫做修道，当然修道都是做事情的物件，就是讲今仔日咱一个人在夫妻恋爱当中，安尼叫做恋啦。但是因为伫咱恋当中，一直来讲恋是千万里嘛两个呢就是互巧。因为咱人生迷，就是咱讲叫做梦想这种，一直咧梦想，人生就是安尼一直转，安尼叫做无究竟嘛但是因为突破这个迷，要能进入梦，若要甲讲起这个关卡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啦，真重要的物件啦。若无真正有勇气，真正毅力，修道是修袂成。咱各位，一个凡夫要修到菩萨，你若要甲讲起，理智目前中，美国的科学家讲出来讲，世界的能量世界能量上强就是菩萨，无人有迄个能量比菩萨的能量较强，但是咱本来就是菩萨，是安怎咱人比众生，因为就是咱命嘛，咱做的物件就是讲负能量嘛。咱做的物件无正能量，按照众生做众生的代志，叫做为非三者，就黑白做啦，事也做，鬼也做啦，业也做啦，咁是安尼，那人生来到这个世界叫做凡夫，凡夫叫做凡人，凡人咧做凡夫的代志，凡夫所做的代志叫做业，叫做凡业，有拢做业，业好无？
当然业就是有罪嘛，就是罪业嘛，敢是安尼？到迄个定业的，讲罪业啦，罪业啦。哦，爱你业呢，甲解释给你业业了掉，迄是一个真歹有力的物件，这个业哪会甲讲嘅？哦，阮老爸较早讲，这个业顶悬啊，藏下底嘛藏着啦吼，咱来讲无好溜啦，吼安尼就对啦。若讲到这个业是一个真歹溜啦的物件，但若叫做啦，顶悬到这个家庭啦，那是苦吼。因这个藏，甲这个藏。啊，当然，这歹溜啦的物件叫做苦嘛，啊叫做苦业，啊唔是吼，啊叫做苦业。啊，人生有苦业如何？当然嘛是有啦，人生确实是苦业，苦未了。较早有一个，哦，这个艺人啦，吼，苦未了，恁知影啦，吼，苦了伊就当业啦，吼，咱即咱才苦未了，对不对吼？咱即是小业，小业的苦业。啊，受到受了苦业，啊，要受这个苦业爱一寡。有影呢？因为你这个苦业若要过，你永远就是苦，后世人来嘛是苦，哦，后世人来是苦。所以有点这人我是讲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跑得了和尚一时走袂过，哦，但是后世人应该这个两个灯，应该这个两个灯啊，哦。毋知因地个完成，我做法讲用阮前世因，啊今生修成是用阮后世个啊今生做成是，但是啊前因前世因即世个，即世因的后世个，啊你即世做因是后世个完成，啊那安尼看有了，因为迄个源头你要对源头甲查指，要对源头查指，你讲我走会过就好啊。走会过后，叫做两个灯啊。那我们那出来讲叫做华王天王恢恢，施我不漏，有出过无？天网恢恢啦，啊，所以不漏。你今日这个老房走水了后，天网得个两个灯啊，天网叫做哪？叫做一个。做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？这种是互你走袂过的事实，唔不上心的，但是欺骗家己，唔敢面对现实。啊，就懵懵懂懂做，啊懵懵懂懂做，毋知当时应该来是当一句人讲，伊讲好难生，好达生啊，波音火，啊懵懵懂懂照样好。伊讲众生就是好来好出去，伊就是为了奔320日，我别做。这两日啦，哦，伫迄个对呢，伫迄个那南投电视你有看嘛吼？一个什么灵芝科技公司的董事长，啊去互伊一个较早的员工入去哦，也像拍死的有无？啊，迄个董事长真啊是梦想，啊无通做代志，啊张做了判死刑无？判3死刑，这个电视拢有看嘛吼？但是我是想问，那个判死刑，虽然讲伊一时愤怒。啊，造成着了4个死亡，家庭不幸。但是伊家己敢免死，伊家己敢免死，伊即嘛咧说我当时做了件代志，我当时也拢做件代志，我真慢慢自过去方面真关到即啊，啊迄个一天喺咧看，一天喺咧看，啊关伊啊，也未自由，要食喏也无方便食，但是袂晓等啊，袂晓等人看伊。等一日比等一年较严重，甚至死刑判了后，迄一暝比过一单较艰苦呢。听你讲的我怎呢？讲迄总咧关死人，关迄个死人冤迄啦吼。讲因暗时啊，透早若听到迄个呐，听到迄个叫啊啵较啵声啦，伊就带等人。毋知咧开我即间袂呢？开我即就是要带病人来，你听无？就无问啊啥安尼？话伊咧恐怖内底。伊未了解吗？伊敢未了解？当然嘛了解，但是迄众生遐尼少嘛，拢要做了解的代志，拢要做了解的代志。迄两日啊，这个高大上路，华裔高大上路，那讲出来讲，有一个死刑犯到来庆杀的时阵，哦，伊就人讲，伊讲，哦，到华裔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，
后面若死吼，我会转这一堆去，到大钱，到外公，你歹人，你既然青山了，你会去做精神？啊，我要去做精神。伊讲伊要去做精神啦，啊，要做精神当中，根本免去做精神。因果甲你去做牛，你就去做牛；因果甲你做鳖，你就做鳖；因果甲你做马，你就做马；因果甲你做鸡无鸟啊，你就去做鸡无鸟啊。就是本来要代志呢，啊，无人才就修行来，人才修，人才就突破，因为这个突破对众生兄弟姊妹来提讲，咱伫这个所在，什么享受嘛有对不对？有钱，由于你我有钱，要食鱿鱼肉，把什么人有你讲好？要食到什么嘛有，要享受到什么嘛有？阮较早一个老詹，阮老詹呢，我较早伊个是做警官，过去伊迄个较曾经所以过去伊花莲凤林咧做警察啊，伊做警察伊个人本来也写袂了，你听有啦伊讲你若外交，我遐时阵送去给调了。你若无来甲我什么衫，钱都唔即个衫啦，等下就来吵我就对啦。但是后日食袂了到尾互人安怎啊？咱华紧啊，拢读华紧起，读华紧，伊怎倒来的时阵啊，迄个病啊，摕去迄是啥物人咧？迄是较早咱下了一个詹青花油安尼尔，佮按我讲的较听较有啦，是事实你讲的啊。嘛，伊本身伫花莲的代志嘛，花莲一个老婆的，我伫咧做伊嘛讲的，这是事实。伊过去咧都讲，伊讲伊从老下去了后，这个都硬啊，伊就摕去我，摕去创啊？伊讲一个红光啦一个红光。你红光专门咧饲迄个无人的啦，无人你听无？鳝鱼啦、乌牛啦、土虱啦，伊拢都是专门咧食迄个物件啦，安尼对啦。这尔伊收银尔，伊是得到收银尔，听着因果尔，当伊嘛惊，我真正找后壁我起来我，伊即个家己会惊你听无？才甲咱收经理，迄阵收经理还是收监理的啦，收经理讲。你我真正食无来，但我食素食我都食袂落咧。我一个月补是3000我继续食好好。我一个月补是3000除迄3000来换我继续食一堆个对啦。就讲我毋敢甲你承担这个，你讲2万块，我2万，你承担这个使讲3000块，安尼个，迄是事实个应该大家话嘛，拢听起来啦。到尾因为伊看，伊若了解迄个事实了，咱发觉，迄叫突破，迄叫做突破。是伊迄食无人咧，过去迄个30年前，国语，迄个食无人无简单咧，我毋要食人咧。较早我伫阮做囡仔时阵阮阿妈安呢？迄阵人若再臭叶咧，臭叶你听无？臭叶是咧搞迄个搞。这迄个臭叶咧，人若再臭叶去阮去迄个较青的，阮阿嬷去紧紧的，洗，就去煮咧，煮完这一个囡仔一个2、3块啊，落去买臭叶，迄个臭叶紧较青的去煮，安那本来甲不白的还比较刺激，那像你怎么迄阵食迄个名咧。食臭叶紧叫的物件，我讲是事实咯，你莫笑，这是事实，无骗你了。你看若年岁较济，拢有去接受着，敢是安尼？若这样看人咧食迄物件，这无啦，这食到什么嘛？因为这家己养的用的。我较早咧修行以前我较早咧修行啦迄阵我开始食菜以前，我无去食料的。有人讲我来讲的是哪？这个蛋糕尔迄蛋糕这量较大只，迄个鱼面叶的，你才可2000几块啊！你40几年前，出就为咗2000几块。
苦，啊，就要招阮去食，我都无去安尼对。啊，无去了后壁来怎啊？我食素食，啊食素食后壁出来当中，迄大倒出来嘛，大倒啦，倒了你敢知倒出两个啊？我说奇怪，死人要食两个，啊，当我食素食，啊，直接出两个，我也没说食素食出两个，都无要出来。好，我想要甲食一个，好买了，我食素食，迄个是突破，咁是叫突破，哦，突破家己，迄叫突破的关卡。有迄个勇气，我加真几岁啊？我练了19岁啊。我才40几档个才啊。哇，是安尼啦吼，所以希望都一定要地位突破，因为今日组这个主题，跟你跟大家分享，阳光灿烂是照给大地生机，生命的光彩是人类坚持与自信的突破，超越自我的限制。启发智慧活性的光芒，自信是给自我突破的方向。只要坚持自信、自爱、自习，真理永远是站在这边。这句话就是在讲，阳光的灿烂，和大地有生机。颜色的大地若无阳光啦吼，我发现这个冰天冻地，什么物件拢无通生活，敢是？所以。阳光带来咱的氧气，阳光带来咱的热，和这个地球温暖，所以叫做普照大地。但是生命的光彩是人类坚持甲自信的突破。各位，咱的生命光彩无？人生唔能把大地做到乌白去，人生唔能把大地，唔能把大地做乌白去。我拄则想讲一句话，因为毕竟。你这事无做，你这世人无做，后世人你还怎么成做？无你经过继续靠，迄是无法讲结果的物件。咱唔通讲咱一句话讲安那鸵鸟心态，鸵鸟心态你听无？啊，就我这个鸵鸟哦，伊走来走，人哋你也无爱你走来走，啊走去这个头拄撑落，撑落一个，我有看见你就好啊。鸵鸟是哪撑的？但是你家己这鸵鸟人看见这鸵鸟。就不是讲不是一定唱对，那个唱对，伊个头好多块呢，伊个辛苦人白无，人无就当孬。啊，咱鸵鸟现在就讲，啊，我这世人啊不知啊，对不对？后世人不知啊，做你后世人，我拄则讲，因地果完生。所以人生咱爱会晓怎讲？你安怎把人生和光彩生到回答？所以人类坚持自信的出发，各位，咱修学课咱有出现无？我讲，这世人的修都唔是简单的，你唔是，咱今日来唔是做信仰的行为呢，咱是修养的行为呢，咱是修行的行为呢，咱唔是信仰呢，信仰就是哦，我今日来信仰妈祖，动动茶，妈祖的生日。千秋日，哦，啊，个时阵啊，一群人，安尼行八暝，啊，9日，啊，对大家迄行到天昏人大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规抓当中哦，安尼那小个蝗虫过境嘞，瘟晒啦，槟榔汁啦，迄个个饮料罐啦，一大堆，你过数袂了，炮啊声啦，有无？甚至都关机烧拍啦，但是其实。离妈祖的生日叫做千秋日嘛，吼！千秋日妈祖就是因学习妈祖的精神，妈祖就做慈悲的，妈祖做孝道的。咱要学的精神，唔是做妈祖的老业的时阵来咧创啊，来咧环境来咧烧啊，甚至来咧奉献工作，连个条意义无。我常咧讲出话，有件事啊，像我宗教内底当中，必须学得温床。我到一年内底，袂别他讲，拢学到那些什么顶头，是要食药啊，迄个哦，迄个要食药，拢学到咧重要。就比遐学到比别多，安尼听无？警察讲哦，这都咱个信用，无着信用，但伊面临来就是歹代志。过去的宗教，较近的宗教完全变质，毋是真正的信用。
因为钱拢乌到拢2000内底，无2000内底警察就会抓。好，安尼以前啊叫做宗教变质，啊宗教变质内底当中人嘛知影，咱到尾咱讲啊，迄拢迷信啦，迄拢迷信啦，拢迷信把迄种的变质啊当作迷信，真可怜，因为必须讲。这个本来就是妈祖精神的作法，伊是一个作主比如咱的王爷，咱的上帝爷，咱什么爷，这是一个作思想的物件。但是到尾啊，它会变质，因为人啊变质去，毋是伊家己会变质。好，所以呢，咱今日是学习伊的精神名，迄后日你若学习伊的精神学习去，安尼叫做你未来嘛做天神啊，做天神啊。咱今日去更了解，拄则讲，就是因为信仰来的修养，咱个人的修养，我就无要甲镜头啦，我无甲什么啦，我就家己想好了，这叫做修养。啊，修养这好唔好？当然嘛，上好。这后尾做罗汉，阿罗汉，是安尼讲，我无甲人无抄，因为我独善其身，我无敬善天他。这种的赞叫做修行，咱今日去才知影，每一个修学道内底当中，咱这叫做大乘，大乘你做哪？叫菩萨，咱叫做修行，修就是修内在，行就是度化众生。所以今日是安怎来开办？地位无起来，因为就上升；地位无起来袂使，因为咱过去，咱不一物二物三事五物二情善因，咱过去当中。咱长期有做过作些善事，这些当做人，无咱要做人就丢到了。事实上呢，要做人你甲看，鸡无鸟鸭，空中咧飞鸟类偌济种，地上咧做动物偌济种，我算袂了啦。海上的鱼类偌济种，敢要比人较济呢？但是太阳不可能要走去做鸡无鸟鸭，咱要出来做人。迄鸡无鸟啊，遐动物伊较爱做遐物件，伊嘛去叫民叫来天主来争取呢，因为天主遐无公平。阮就来出世做鸡无鸟啊，因来去做人，因为所以咱就讲自作自受。你过去咧做鸡无鸟因果，当然你嘛走来做鸡无鸟因果。人因咧过去有福报来做人。是不是来做人为了有钱的人，为了普通的人，是不是安尼？做人有无平等的呢？虽然用人，但是福报拢无相像的呢？有政治人内底呢，个人的所有都拢无相像。但是，所以呢，今日虽然咱会当来做人，这是一个福报，但是会当来做人，其中佫会当来修行，这个思想无？可是你做这跟你开玩笑呢？只有你做这个很公平，让你今天去也变得听见，而且听落去呢。有影呢？做人你都会当来修行，会当来修行哦。修就是甲家己改变，行就是度化有情众生。你会当做这个菩萨的较袂哦，咁也简单呢。我过去爱上5摆的情况。5摆的，今日爱上，来等到真出过的，那等去这看3摆的有啦，3摆，即马若真正要开新创会个话，看2摆出来无啦，后边拢无走起，前啊人生袂歹，愈行愈远，有可能就无过去人生顺风，所以今日你有造一个大车，而且咧听班的人。你嘛无认同你家己呢？你嘛无认同你，我才今日当礼拜人进到离婚床咧困啊，我今日做这上大身份呢，毋是安尼呢？恁就是要来了解是安怎我来做人，有这思想要当来修的。所以我就是真正伫修行道内底当中，我接落来就是坚持甲自信出发。各位，咱这样40年有丢过40年，也就是40年，有50年无？50年有50年无？
50年啦吼，30年无？哦，30年啦吼，有20年无？有10年无？有啦吼，个人应该拢无相差。咱有法度对过去50年、60年一路来坚持到即马，自信，无自信行袂久，无自信自走走无去啊！你相信无？一件代志你若无自信，你说袂？那安尼当中你啊，这是叫做咱个坚持以自信出来嘛？佛教你经文里来讲，受持托相，受持乃至于水电与他人说有些比受持，受就是以真理，我受的持就是我今晚甲保持了，我坚持了。根本就是讲这道理啊，咱讲，咱一个人要靠菩萨，咱一个人要修，若无真正家己坚持，你家己真正坚持落去，甲你自信，我真正要行改条路线，你行袂到。我来讲就是简单比喻，你对高阳开始坐车，但是你的目标是大家，你若真正无坚持，你若无真正了解你的方向。有阵时啊，你伫高雄上车了后，到环市到台南你落车；有阵时啊，到嘉义落车；有阵到新年你落车。新年离台北你讲咩呢？我讲你属于听无？你求道要甲你先求菩萨，迄是一个足咩路呢？回求修3年5年，伊就放弃啊呢？你若听着修道，我就惊呢，参详爱我的命呢？我那是家己。行家己路线较变化呢，是安怎？要食就来食，要享受来享受，后面就是人联络，后面是人问你，我安怎？是毋是安尼？要去休息长尾金，也去，咱去休息长尾金，也好无聊天地法，家己行家己世界，到尾行不归路。所以今日一定要了解，咱今日就是坚持话超越自我限制，自我，什么限制？积极的限制。咱就积极无？积极代志啊！好，一句话咱就识条嘞。甚至人甲你讲一句话，咱就识条嘞。啊，你就心多啦，当然，哦，你着迄种假骗人啦，迄种伪啊啦，听人一句话你识条嘞。加上咱我开始咧害怕，安尼会变咩？这个变，因为你家己无自信嘛。所以咱而且超越自己的限制，启发智慧去生活的方法。各位，智慧无起无走修行，智慧无起无走修行。真正咱的脑部，咱的智慧若无起，若讲安怎，影响对拜拜的。你家己无方向，你家己无信心，你家己无目标，那你会修会久？修会久啦，一定修会久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讲。我家己定一定要起来，是安怎你听爱来这些，咱这是，就是咱提升咱的智慧叫做转识先觉，识就是咱足聪明的识巧巧，爱要享受迄个叫做识，无你受用的迄叫做识，但是爱要受用的迄叫做慧，所以识甲慧两个在拉扯，识必会有伫地下去，慧必会有伫天堂去。但是要看你什么人，识若无力，慧就力；慧若无力，识就强起来。来听无？但是咱今日听道理，就是要咱智慧加强，互咱反映伫迄个识，咱能够考虑地下去。这是这个道理。自信好，甲你突破方向，自我突破方向。我之前讲的，修到无方向，无目标；修到方向无目标。咱家己来修着，咱家己慢慢懂懂啊。所以这点咱爱了解。只要坚持自信、自爱、自信，真理永远是徛在你这边。所以咱这是经营咱做一个偏见，不看不到，只看不走，波边千里，独行健。你唔是。你唔免惊，你袂到，只怕你唔行。摆开会比千里嘛惊会到，这辈就是咧讲这个问题。不方不成，
只怕不行，愚公移山相中也。唔免惊你袂成，只惊你无恒心，你无一个恒心，愚公移山啊！咱较早读册无一个愚公移山，咱爱记诶。我读国小时，一个叫愚公移山，因老爸把这个山要甲摇走，要直接开条路诶，咱读册。阿爸，这山路你人乌啊规个过，死人按老人要乌会过。伊讲我乌袂过，我甲阮的囝人乌，阮的囝乌袂过，到阮的孙人乌，阮的孙乌袂过，到阮的囝孙人乌。有一个乌过咧，有一个就叫乌过。迄个愚公移山的故事，就是这件代志，爱坚持，去坚持，去坚持。修菩萨道，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代志呢。这是你生命上端转的点。人生物件所拥有拢带袂到转去，唯有生命的实际，唯有你得到菩萨道，你才会带会到转去。这无重要吗？咱今日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修不世啊？是安尼修不着安怎？我甲你讲，当你是不一分、二分、三四五分，二乘成的，一无千万无量分，所证事成的。一无千万无量分，甚至千万无量分，你都讲袂安久无？你久无久过来？但是你唔着头啊，你都不福报尔，你无补着地位啊，无较好修啊！真泰国，遐火烧，逐个都出去化缘，逐个啊，边仔围一座狮子遐，就准备一间啊。内底就下饭，下煮的物件，甲落，等下火烧，迄个规排火烧来，伊怎啊来？伊这规个，伊这个挂迄个火，伊这个挂三间落，迄个伊内底一包包一间落的，这个落两包，伊过换迄个来，佮落几包，换迄个来，佮落几包，换迄个来，佮落几包，迄叫做汤分啦，叫做化缘啦，你听无？这个过去，这个开我变安尼，我叫过死尔咧，我都积福报了咧。你惊报死积福报，你就想要成菩萨，够可怜，无可能啊！所以我就甲你讲，你今日你所积的福报，你是重量一分、二分、三四分，二正成金，你重量是要叫做正成金尔啦，唔是正解脱啦。但是咱无往不过来，也讲千万无用不着。咱离这个世间啊，咱总比世过啊，千万无用世过啊咧。但是你安尼才做人，是什么原因？你当然咱这个方向三唔对啊。就我拄则讲的，你修福，你无收费，修福无收费，福中嘛做多，收费无收福，费中嘛糊涂。咁是福刚刚是会讲收费无收福，叫做哪？罗汉土风波，收福无收费，大相平咯。安尼会成咧？当然伊嘛袂成。安那福贵双收。咱这世人来就是福贵双收，请你管道，是请你来听道理。我晚上听道理坐到遮，我叫你一个啥来听？我就变成你坐到10点去啊，对不对？是安尼，咱爱太多食无落去，因为我到我丢入去，因为我无够迄个物件，我爱听人的爱说，所以你这个当中就是甲你讲，不怕不行，愚公移山，时常的一定有这个贯通过，不怕不识，只怕不信，人间伏兵你安全。不怕不识，唔惊讲这条路无识，只怕无谨慎。伊甲你讲，人间旅兵啊，就是讲，迄这个叫做一个湖内底当中，若较寒，兵员拢会卡一件这个兵啊，但迄兵有卡较高，较薄的。爱着咧，你唔免惊讲你无识，但是。只惊讲你无谨慎，
你无注意，我别冲，含要倒啊，一冲落去，当然一直去落落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间目标必安全。这个道理来讲，今日咱伫修行的内底当中，一定来坚持，对家己要有信心。哦，这是来讲讲吼，什么叫做出发？成功来出发来自自我要求。